大家好，我係 Flora。最近咧好多朋友咧討論年金喎，究竟乜嘢係年金呢？年金咧又分開咗做幾多種？同埋係咪真係退休嘅時候先至買年金呢？我首先同大家介紹一隻即期年金，好適合一啲準備退休、已經退咗休或者係孝順仔女。我哋咧即刻睇下呢一隻嘅退休出奇蛋點樣可以一份保障滿足3個願望。有冇咁誇張啊？年金派息又派本，仲會有一大筆額外嘅身故保障留到俾屋企人？真係冇誇張啊！一份保單可以滿足你3個願望。第一，即時保證終身年金，由第2個月開始咧，即時保證派到你百年歸老，咁就唔使驚長壽得滯冇錢使啦，完美咁樣咧對沖咗我哋長壽嘅風險。第二，我哋有個日日生息戶口，唔用嘅年金咧，我哋仲可以用大概3.5厘咧一路滾上去，勁過晒而家啲定期同埋高息按揭戶口，仲可以隨時攞翻出嚟用添啊！第三，我哋咧有一粒退休嘅救心單，咁其實個個老人家咧有啲咩時候咧都唔想麻煩啲後生，咁調翻轉咧個個後生咧都好想老人家可以有翻一份嘅人壽保障。我哋呢粒嘅退休救心單，除咗有一個人壽保障，我哋仲包埋危疾、意外護理、老人痴呆、身後事嘅開支，仲可以實報實銷添。咁等我舉個例子俾你哋聽啦，你哋就會明㗎啦。咁假如咧用一個62歲嘅女士為例啊，咁佢用咗最低入場費35萬投保，咁第2個月咧佢就保證可以攞到1037蚊，攞足30年之後咧，佢總共咧攞到373320蚊。咁去到佢百年歸老咧，仲有90萬可以留翻俾佢嘅屋企人做身故保障。咁根據2018年世衛嘅數字，每4個人咧就會有1個人咧生 cancer。咁如果真係咁普遍，中咗呢啲癌症、中風、心臟病、腦退化、柏金遜，呢份嘅保單咧都可以有45萬嘅生活同埋醫療嘅開支。如果真係咁不幸中咗腦退化，仲有額外嘅10年現金支援俾屋企人，死後嘅法事咧都可以實報實銷。仲有咧呢份保單係免核保，保證你買到，只要年滿40歲至70歲就可以投保。咁最後咧送多隻彩蛋俾你啊！你仲可以繼續申請呢個65歲嘅長者生活津貼，咁啲錢咧就唔使收埋啦。呢份嘅保障咧，除咗可以幫到你嘅退休生活，佢仲好簡單直接送咗份禮物俾你嘅屋企人。想知道多啲，歡迎咧透過以下嘅方法去聯絡我，等我咧為你度身訂造最適合你嘅保障。我係 Flora，咁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